咱即礼拜寒流来吼，本来了做讲拜六礼拜就会咱较好天啊，毋过听讲还阁凉冷啦吼。过中昼啊，较小可较会烧落，愿主保守咱大家心身甲肉体拢得到平安。咱已经要迎接旧历的新年啊，愿主互咱已经备办好，要迎接新的一年，上帝恩典甲疼痛拢伫咱中间。咱就先来祈祷，再来分享主的话。主爱主上帝，感谢你，阮即个福运做伙伫遮同心敬拜。主你的话是阮的活命的美娘，是因为阮的生命根据你的话，阮才能活得勇壮，活得有力，熬为主做见证。也就是生命的源头对你来，你的话诚做阮强壮生命的开力。愿主你亲自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愿领受你的话，诚做阮生命的开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要三角分享一个安尼，咱生活上定定会接触到的，就是推荐批。推荐批、推荐信，咱今仔日的主题是保罗讲，恁就是基督的推荐批。到底内面咧甲咱讲甚物？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是安那有法度人诚做耶稣基督的推荐批？即张批是咧写啥货？内容好啊歹？人看了会讲安尼好，我相信啊袂。这是咱今日即个圣经节所互咱一个学习啦吼。咱小等下咱对经文来慢慢来做一寡来复习。咱拢知影基督徒甲推荐批到底安怎相结连就对啦吼。咱拢知影推荐批伫根据保罗的时代，伫咧社会咧运作，就已经有推荐批。早前要写一张批是无遐尼简单，而且爱阁有，比如讲倒一个单位政府的单位，也是官方的单位，有刊印，也是签名，来行使即个一方面的权力。诚最重要的依据吼，今日咧发展到现在吼，大概真多啦吼，亲像公文书政府爱有公文书准证信函加密的信函，这系侪拢是咧保证讲即张批所写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安尼。咱今仔日较侪人吼真少看到推荐批啦。大部分是讲来背书，咱听到背书拢是想歹，对毋对？啥背书毋通你毋通凊彩讲背书背咧到地吼，家伙财产拢去了咧。所以表示讲推荐批有迄个正面的，有鼓励、有证明的，但是嘛是有时是假报的，空包弹，煞变做损害咱的名声甲地位安尼。所以推荐批有足侪种形式啦吼。咱即个批的形式嘛足多就对啦吼。咱看去圣经内底有记载讲，保罗的时代，伊伫还未信主、还未归主以前吼，伊伫迄个所在咧迫害遮个基督徒的时阵伊甲这时头申请甚物呢？申请一张即个举荐批呢？讲来，我要摕到你这时头的官兵。我要来去倒一个所在，讲有基督徒秘伫遮，我要来甲掠起来，安尼要来处罚就对啦，要来刑罚，甚至定死呢。即张这时头的批，就是叫做保罗当时扫罗吼，伊的一个权力的证明。就亲像早前咱台湾人爱看迄个古装的戏剧有无吼？某咪一个即个。御史大人呐吼，举一支尚方宝剑安尼，代表皇帝吼，要抬奸臣安尼，迄就是迄个权力的所在。所以这个举荐批诚做一个溃力的来源。但是保罗还未信主以前是用迄张批要去害人的就对啦吼。所以使徒行传9章1到20安尼记载讲，扫罗继续恐吓要杀害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大祭司写公函，予大马士革大家会堂，准伊搜查，若有找到信奉这个道路的人，
无论男女，通甲因绑起来，押去耶路撒冷。你看即张被偌严重，迄张被摕着吼，甲你撒落去，你都爱互掠去安尼。这是何等大一个权力吼！保罗伊后来伊对这个官府的人咧解说伊较早所做啦吼，伊安那悔改就对吼，伊年老的时阵，也是讲伊伫逐个所在写批伫讲伊较早的经历，伊改变安尼。但兄弟姊妹，咱嘛看见保罗伫罗马书16章吼写一张批呢，一张推荐批，就是推荐即个根基里教会有一个姊妹叫做菲比，去罗马教会要做工就对啦。人毋捌菲比即个姊妹所以保罗讲来，即个就是我亲身认定的吼，伊是一个听主服侍主真好的同工。其实伊是根基里教会的执事啦，执事若用今仔来讲，就是长老级的伊要去罗马教会，大家人毋捌伊所以用即张推荐批来甲伊印证讲，伊是我所信任的、所差派。保罗定定咧写批予各教会，拢会到最后吼，最后一章咧问候咧请安的时阵，就会讲我甲送请安我找什么人去你遐安尼。他今仔日的主题是保罗甲哥林多教会信徒看做是伊写予当代，甚至到今仔日咱在读圣经的人一张画批，毋是用手写，是画我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批，一封基督寄予世间人的推荐批，还是讲一张公开信就对，一张公开信。咱兄弟姊妹，是安那伊要写这张批呢？内面有遐故事啦，大省是保罗写批予教会，因为伊要澄清教会内部甲外界对伊的质疑。咱看见这个哥林多前书内底有记载讲有人信保罗有的人信某某人什么人拢无共款的人的这个言论因拢伫遐咧争论就对啦。所以有诶对保罗有点质疑所以伊就写批来甲因讲毋通为着即个来争论，毋望因伫真道会通徛在，为着福音会通争辩好诶争辩，这是伊写张批诶目的。一方面除了讲我无为着家己来辩解偌济啦，就是看恁对我所栽培的。恁所成长的、所领受的真理，恁实现偌济，你会当行出偌济，恁就是我上好的推荐批啦。表示讲，伊的成绩毋是写伫纸呢，是写伫遮个信徒的心上。所以保罗就勉励讲，恁就是阮的推荐批，写伫阮的心里，互大家知影，互大家读。表示讲，即张批是用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伊的言行举止，伊的行做，伊的信心，伊的见证，因伫迄个社会所表达出来的基督徒的模式，迄张画我的批，伫咧甲人讲话，伫咧做代志，伫咧甲人直接，伫家庭，甚至伫政府官员咧做工，这个拢是即张批的内容。张批是好也歹。内容有充实无？就是要看互大家读有无？读无？读了会感觉足感动无？是读了讲，假是无啥要信。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的一种的勉励。保罗是用鼓励的话啦，保罗确信讲，每一个人拢是伊伫基督内面工作的成果。意思讲，恁遮的接到我的批，欢喜接受的，恁拢是。我当时传福音，互恁建立教会，恁加入伫圣会内底，恁逐个人拢是我对上帝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因的生命改变，因的人格的改变，因的对外的表现，就是伊上好的广告，上好的代言人就对。因为伊将教会兄弟带到主的面前。换一句话来讲。保罗爱因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人的生命活出的光辉，活出来
迄款的品质吼，迄袂价值，迄是真真正正活活的批。咱兄弟姊妹拢知影，活伫现代即个广告的社会啦吼，咱看见吼，电视常常有在做广告，啊，拢爱请名人来代言对无吼？啊，代言人，但是吼，足侪发生代志啦，就是讲哎呀，代言不实，啊，伊产品都无遐好吼，啊，伊就讲啊好安。有够好的就对啦，一比一中的就对啦，吼啊，食落吼百倍拢消毒的啦，啊，是咧减肥的药啊啦，吼啊，各方面的产品啊，拢会请一个出名的人来代言，啊，到最后吼，足侪人拢食官司呢，因为吼发现讲啊，这原来是安尼伪劣产品，啊，无正经的，啊，为着要好的销路吼，叫一个出名的人开足侪广告费，啊，请伊来代言，啊，到尾吼，互人罚款，甚至有刑责呢。啊，咱真个兄弟姊妹较老辈吼，较早拢爱听迄个电台啊。啊，有时一寡地下电台拢会有人 call in 讲，哦，你是某咪人吼，啊，我著食恁的什物款药啊吼，哦，食了有够有效的啦吼，啊，我吼赶紧来甲你讲，啊你哦，互大家人较侪人安尼来相信安尼。啊，这拢是一种代言的方式，啊，讲迄药啊偌有效安尼。啊，若有效，人会感觉讲即个是有信用；啊，若无效，啊变做歹名声咧。你咧共代言，啊煞家己歹名声去安尼。啊，所以有讲一个笑话啦吼，讲有一个啊伫路边咧卖一种药啊，讲哇，我卖即款药啊吼，保证互你安尼抹2-3个月，你头毛会加发一半起来，哦，发啊乌渗渗水甲安尼吼，安尼，哦啊，大家就足好奇啊吼。啊，咱人若到有一个会，当然头毛拢会较绿啊，还是讲哇，这药啊，敢真遐有效安尼？啊，迄个咧卖药啊的人吼，滴一顶帽啊，看到佫真缘投咧吼，安尼。无想讲吼，拄啊一阵风来啦，啊，甲迄个卖药的人吼，伊帽啊甲吹一个落去安尼，啊，大家看到讲啊，即个卖药的人吼，头毛少甲吼啊秃头咧，啊，讲你咧卖发头毛的药啊，敢无相信安尼吼？啊，这就是咧讲一个趣味的话，就是你家己都无功效，你搁要甲人介绍，啊，叫人买你的药啊，啊，这毋是咧踢笑啦，是咧讲伊本身家己有用着，啊有效果，毋才会使安尼。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安尼想呢，咱真侪人若表现无好，你就诚做反推荐的批啦，反推荐。啊，伫咱家己的行业，伫咱的公司，伫咱的家庭，哈，啊是咱的社会每一个单位。当我是属于即个身份的人，我属于即个团体的人，啊，你所行所做，哇，甲你即个团体的宗旨无啥合，人会讲啊，你即个共即个团体按歹名声去啊，啊，互即个团体、即个机构、即个单位，安尼啊，失去足多公信力咧。啊，咱基督徒佫较是安尼啊，常常有人伫迄个家庭的内面吼，哇，即个家庭安尼是大人，逐项拢非常的优秀，真好，啊，这囝儿大家也真好，啊，中间也毋拄吼出着一个了尾仔囝，哇，大家就开始指责啊，讲你吼，啊，咧写恁是大人的面子啦，恁即个家庭吼，啊，遐尼啊水，遐尼好，啊，无采你咧表现安尼，哇，足侪压力咧，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伫即个社会中间，当然咱就是往一个方向，就是诚做正向的，正如保罗所讲的正向的推荐批啦，正向的推荐批。兄弟姊妹，伫基督的内面，咱爱诚做一个带着丰盛生命的推荐批，毋是用手写的，毋用嘴讲的，是用你的生命所写出来一张批。啊，所以保罗安尼写。讲基督写伫每一人心版的批，3章30讲真明显，恁是基督所写，通过阮来送的批。伊讲即张批毋是用墨水写伫石板，吼，用墨水写伫石板，是用永活上帝的神写伫人的心版。啊，这真清楚咧，甲咱提醒，兄弟姊妹，毋是只干是基督徒啦，吼，就是咱伫任何社会，甲人行搭，互人看着讲，你讲的话我要信，你讲的我绝对甲你做甲到，表示我的信用
我的真诚，我无安尼参迄个长底骹话，也是安尼3分变7分安尼，是因为我平常行事为人，互人信用，所以毋免写什么证据，我就是本身就是证据，迄款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若互人感觉讲这个人真正是基督徒，咱常听见圣经内底讲亲像基督的香味啦。所以毋是用手写的，也是讲我挂底牌讲我是基督徒，写足大字安尼吼。毋过你行做讲话，拢互人无感觉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要安怎，互咱的所讲所行，咱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是写伫人的心内底，毋是人的亏难，毋是用人的办法所写的啦，就是真正透过圣神的工，永活上帝神写伫人的心版。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要三个学习。第一，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基督的一项推荐批，就是你伫每一个角落，你伫所做的工，你伫生活的所在，伫发光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推荐批是叫做耶稣基督的血甲肉所写，意思是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牺牲伊的性命，来拍破伊的身体，来拯救救赎你。你有将你的性命活出这个耶稣基督属灵的性命，来印证伫你的生活的中间，这就是这张的批。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的代言人，基督的荣耀拢决定伫军队伊的人的手中啦。这个团体也是这群人所有的行为一切拢无法当显露出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要哪互耶稣基督得到荣光呢？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这是对咱一个任务啦，一个任务，一个足神圣的任务，咱爱努力要甲达成。嘛是基督徒信仰生命的考验，在考验你是毋是安尼有达到真做代言人的这个能力甲目标。保罗有做一个说明，讲上帝互咱有材料做新约的罗卜。伊即句话意思是讲，要甲哥林多教会兄弟解说，毋是我有啥物材料外交啦，我有啥物天纵英明我当甲恁改变遐尼多，是因为上帝互阮伫主的内面有即个机会来做仆人所以伊伫即个圣经在内面有写一句话，真有意思啦伊讲，这毋是讲阮家己有材料通做即个代志，阮的材料是对上帝来。咱有时咱即马少年辈请材料，毋知啥物意思材料无材料啦有人做代志做了无好势，讲即个足无材料的就是讲无能力、无温数啦无迄个基本的才能就对啦所以保罗伫遐真谦卑讲阮家己遐有材料能改变恁啦。我无法当写伫恁的心内底，是耶稣基督，是圣神的规律然后伊则用即句话，诚做咱平常时足爱用的一句话，讲伊使阮有材料通做新约的册用，毋是用文字写的，是圣神的约。文字互人死，毋过圣神互人活。伊在甲咱提醒讲，文字有时是死板的，无变巧的，但是圣神互人得到活命。兄弟姊妹，你到底是即个用文字，还是用一个死板的物件来证明呢？还是你的生命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这诚做咱讲，咱这张批有内容无？有内涵无？有耐读无？安尼？无有时咱即摆现代人较早较有咧用，即摆有可能较少去就是即摆嘛是差不多意思啦。较早拢咧收 email 对吧？即摆我足侪简讯啦，足侪无共款的通讯媒体。我相信你收到10张会汰掉8张，因为迄是叫做啥物？个垃圾邮件无路用甚至是安尼，甚至是诈骗的咧，对毋对？所以咱世间人
特别咱基督徒爱诚做一个生命的印证，是用生命咧做见证的，毋是用凊彩用文字伫遐表达啊定。兄弟姊妹，今仔日的世界，即个推荐批代言人，诚做社会运作重要的媒介啦吼。牧师做牧师了吼，常常有机会写推荐批呢。头一种批是有兄弟伊想要求职，即职务吼可能是甲教会较有关系，伊就是讲恁牧师爱推荐批，你写安尼吼，像某咪兄弟、某咪姊妹，伊伫教会足热心侍奉吼，真谦卑，人足优秀的，恁若甲采用吼，的确是恁即个单位的福气啦，安尼吼。牧师写落去安尼真够写对毋对？若歹见证，就漏气啊！哎呀，这牧师黑白写，无影，你写较济吼。是毋是这个推荐批就无效啊？所以毋是牧师写偌济，是你的表现有真正甲牧师写的有共款啊。第二种牧师定写是写吼，有人要考学校啦吼，要考大学要去美国读册，牧师来写批安尼。我会记得吼，我头一遍请人写推荐批是拄我少年时代吼，都有一遍咱新学院伊老师讲牧师恁当少年吼，若有机会去出国去进修，会当安尼吸收一寡新的财物，所以就爱写批。哇，美国的学校伊无啥要，毋是完全参考讲你偌济成绩偌好啦伊爱你请人写推荐批，你的教授啦也是你的院长啦你写推荐批，爱请伊写，所以。因美国人足注重信用嘛，讲恁这是某咪老师、某咪教授写，安尼好，我接受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咧写推荐批嘛足慎重啊。某咪人叫咱写，咱嘛无讲随答应伊啊。咱就感觉讲伊确实有事实，确实是下咱的推荐的目标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无随便做背书的人，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这个人伊安怎转变咱毋知，咱甲背书了变做永久的证明，所以咱真侪人无细字去甲人背书，哇，到尾家己的财产拢去了，毋是要安尼，是因为伊过来进展毋是你当掌握的，所以咱定定苦劝人，咱圣经嘛讲毋通甲人背书咧，这是咧表示讲，是真慎重的事但兄弟姊妹，最后咱要三角来学习啦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要安怎诚做教会甲基督福音的推荐批？这是咱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且我要先讲的是讲，我拄则有讲起讲有个故事讲起讲一个家庭拢足优秀的，有一个家庭爸母是医生，兄哥嘛拢医生，阿姐拢医生，敢若剩少细汉的无爱读册啦，哇！即声压力偌大个人讲恁遮兄哥阿姐拢做医生你嘛上无嘛是基本的嘛是医生，伊就压力足大。毋过人伊都爱艺术咧，伊爱画图咧，伊爱音乐咧，但是啥要安怎？我讲即个意思是讲，咱伫一般生活的家庭中间咱嘛毋通互遮个人有压力啦。迄是讲，我活出我的生命的品质，毋是用你的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名声，为着这个家庭来做背书，毋是。是我诚做一个忠实实，诚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诚做生命丰盛的人，这才是原本。但是毋是用社会的职等、职业、收入、财富来做证明。那安尼有真侪。伊无有这种面临力的人，伊会感觉压力真大，好像一种霸凌，还是种情绪勒索安尼啦。咱爱是讲来鼓励、来护育，你伫各行各业，也是你伫无共款的领域，拢丰盛你的生命。这个社会毋则多元，咱的教会嘛是安尼所以基督要安怎食？咱基督徒，咱富强人要照这教会甲基督福音的推荐批呢？第一就是讲，咱爱咱做基督徒做阳光啦，伫咱的生命顶面活出主的款式，
用咱丰盛的生命来做见证。基督徒毋是处处讲，大家拢比人较牛啊，比人较好、较厉害，安尼就是咧证明，是你伫你的职场内底，伫你的家庭内底，伫你的生活内底，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品质。啊，这亲像咱讲的，活出基督的香味。啊，所以牧师最近定定用伫周报啦吼，伫咱投影片咧，甲咱鼓励讲，咱要安怎成做一个安尼标准真水、真好，会当代表富阳教会，用富阳教会做阳光的基督徒。咱用这的努力的邀请。啊，我讲这毋是咧甲你要求，也是搁甲你勒索，是要讲咱大家做伙用这个方向来努力吼，就是咱这的伫周报内底所写。咱会当用富阳教会，感觉我是阳光的，诚侪敬虔甲精专的基督文道。咱鼓励兄弟姊妹讲，我逐礼拜无受主动，拢会当参加主日礼拜。我会当参加祈祷会，验证我是尊主最大。我要对主领受亏难。我要参加一个小组，也是团契，参与伫即个圣道的相通的内面。而且我要参与一项事工的即个服侍，参与即个服侍。咱兄弟姊妹。咱会当用富阳教会做阳光，有时你若出去吼，人问讲，你基督徒哦，真好真好，你倒一间教会啊？歹势讲啦，歹势啦，安尼哇，你就闹开啊！你若讲，我是东区迄间富阳教会会友，人讲拍破个安尼，就表示讲，你对即间教会感觉讲真有信心嘛？因为你参与伫内面嘛。有时有个教会拄着纷争也是讲拄着分裂，兄弟姊妹真艰苦。人家问讲，恁倒一间教会？伊拢讲歹势讲啦，莫讲较好安尼。所以差较侪啦。我是以富阳教会为荣，是我知影，我是参与伫内底，我参与伫教会的传福音、服侍、敬拜福音，我拢参与有着。所以我用富阳教会成做我的阳光。你就是富阳教会代言人嘛，对毋对吼？你就是富阳教会的一张推荐批嘛。咱常常出去外面，甲人我有一寡基督徒咧在交陪吼。有诶是咱有一寡熟识的朋友，人问讲你会当甲我介绍教会无吼？你敢安尼足有自信讲你找着人啊？来富阳教会都无毋对，也是讲莫啦，较莫较好啦，去别间较好安尼。这差伫你对即间教会的信心嘛，是毋是？你是即间教会的同工，所以你足有自信，甲人邀请。这你就是代言人，你就是一张批。所以我也期待咱富阳人若是咱即个基本温度的。即个标准啦，咱嘛讲，咱最近嘛咧推广吼，我会当成做一个有特色的富阳人，会当活出今年信仰的目标。咱有咧推动这活动咧吼，咱搁来复习一遍讲，信徒爱有三甜啦，3个甜啦，口甜、脸甜、心甜。这毋是表面的，那表面迄面的僵化咧。我最近看到讲，咱台湾有一个新的文化，就是讲即马看棒球毋是咧看球员外口拍，是咧看遐个啦啦队，安那跳安尼，讲台湾嘛足趣味吼。迄球员拍好拍歹无啥注意，看啦啦队跳了水也歹。我听迄新闻咧写讲遐个啦啦队队员第一个要求就是除了动作爱标准要水以外，都爱笑啦，爱笑。讲笑爱喙个安尼足酸的足疼的所以你若看迄啦啦队员咧表演咧休运动，敢拢喙赶紧小可运动体操者，无说喙刷会开袂合啦，安尼安尼就是表示讲足僵化的嘛，就是你好像勉强的。咱基督徒毋是安尼，是讲你对身体唱出耶稣基督的香味，遐个怨气、遐个批评、遐个咒诅拢无去，所以你就会对身体唱出喙甜、面嘛甜心嘛甜。第二项就是讲，我真仰望咱富阳教会兄弟你就是一个准时的基督徒，
准时的运动。啊，咱干那一句标语讲，准时就是提早到安尼。啊，这看起来改成足简单咯，无简单的，因为人的习惯要改变真困难，哈，要真困难。咱拢咧学习啦，吼，但是咱毋是讲家己勒索讲，哎哟，你今日无收万来吼，爱罚10箍，毋是啦，是讲啊，咱大家做伙有份咯，当咱开始咧吟诗的时阵，遐侪人做伙吟吼，甲2、3个人吟无共款咧，吼，吼，咱定会听人说过讲啊，无2、3只鸟啊，听起来就是足怨叹的就对啦，吼，但是，足精髓的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真正有经过训练过的。亲像军队共款，咱军队吼，伫咧练集合场要集合，后人咧慢慢来，3秒钟连你人集合，安尼，啊你若无够吼，咱罚骑咧，你敢毋知影？啊是爱罚咧，交互蹲跳呢。啊，所以表示讲，咱只是要显露出，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基督徒，毋是零零散散的，啊三三两两的，凊凊菜菜，啊有也好无也好的，这毋是咱福音人的一种气质，咱就是。互相邀请，唔通讲勒索啦，互相邀请，互相鼓励吼。啊，第3种，咱嘛咧鼓励讲，出席礼拜对头前坐安尼。哦，咱即摆足侪团契甲小组拢互相相招呢吼。我看过来小组招讲，咱对头前开始坐安尼。搁一项嘛真重要，就是讲，咱邀请富用人会当倒来教会实体礼拜，倒来实体礼拜。啊，这个毋是讲伫迄个线顶网络无好啦。我迄刚听郑龙兄讲的，讲吼，伊伫中国咧工作的时阵，拢定咧上网看咱参加礼拜呢。啊，咱的文珍姐吼，文珍姐最近去美国咧过孙啦。伊讲即个时阵拢上网咧看咱参加礼拜，真好啊！足少年咱的教会，足习惯咱教会礼拜。但是咱真期待讲，咱是无方便，也是时空的关系，咱在网络上礼拜啦。啊，若无咱来到遮吼。你来毋是干那要面对上帝，要祈祷，要恳求。你来是要甲兄弟姊妹互相来联系，互相来关心，互相来鼓励，过一个圣道相通的生活。这才是咱富强人的一个气质，吼，富强人的标准。啊，所以咱要迎至50周年，咱长小会嘛咧鼓励讲啊，兄弟姊妹爱甲所有咱的富强人拢甲招转来，吼，疫情已经过，啊，咱。来看见一个圣道相通的美好的模范伫咱的中间。愿主保守咱，毋是甲你勉强，也是讲甲你，互你压力，是讲啊，是啦主啊，互我诚做一张足水的批。当人看到这张批是讲啊，赞真好，我相信，我要接受。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的推荐批。兄弟姊妹，咱大声要来做祈祷，祈祷了后，咱。要有一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我请咱楼顶也是4楼这兄弟，你有一个感动，讲是我要来到主面前。你有时可能有一个疑问，讲啊，我伫下面祈祷，我伫厝里祈祷，甲来到头前祈祷有啥物无共款的？我所只要讲一项，就是讲，你就是到伫主面前，就是你欢喜甲你的主权。甲你的主权，甲你的骄傲，甲你的身份放落，讲主啊，是我这个时阵要将我本身交互你。当然，咱有诶兄弟，你行动较无方便，小等下你嘛当举一个手，握一个手。啊，咱请代祷团队需要注意吼，有诶兄弟年纪的问题，也是行动的问题。啊，伫后边啊举手的时阵，咱会当会去甲伊换手做祈祷。咱先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推荐批有正面嘛有负面的。总是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兄弟诚做基督的推荐批，是写伫心里，互众人所读的。主啊，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阮也心内期望，阮立志要诚做基督上好的推荐批。伫阮的讲话行做，阮的身份、阮的生命中间，是一张充满着见证、充满着喜乐平安、充满着丰盛生命的推荐批，互人人看到，互人人读到，拢讲是啦，这真正是为主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爸上帝，阮有时能力有限，阮软弱，阮做袂到，求主帮助阮，互阮用这款的信心、努力、欢喜，要成做一张
非常水的内容，耶稣基督的推荐批，帮助阮享受阮这个快乐，因为毋是用人的才调，毋是用人的努力会达成的，是阮深深相信，阮是要通过圣神伫阮中间来成就，因为只有圣神的活命，才会互人得到活。感谢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吟一首诗歌来备办吼，咱请咱的敬拜团队会当来做伙帮忙来吟这首诗歌，使我自由。咱吟一半了后，